这样一份火锅是1人份的。而且我刚才点的是麻辣，也就是第一款，我觉得有一点点辣，但是可以接受。介紹翻呢間澳門嘅火滾啦，一間主打台式風味打邊爐嘅專門店。菜單上每一個爐都係寫到明係1人1份啦。我未嚟之前都知可能個份量有啲大㗎啦，所以我哋2個人呢就嗌咗一個爐啦，再加啲小食，再加埋啲甜品，我都覺得食完都飽飽地㗎。當然如果你太大食嘅話，就直接嗌1人1個爐咁樣。再睇翻佢哋嘅調料區啦，應有盡有，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到大家嘅需求。佢哋招牌嘅麻辣火鍋湯底唔單止味道夠濃郁啦，而且啲料都夠足晒嘅，望落去都幾火滾下。呢條係台灣嘅經典小食，叫鹽酥雞，上面綠色嗰啲係金不換，咁將金不換同埋鹽酥雞撈埋一齊炸完之後，會發出一啲特殊嘅清香味，同埋個肉質係外脆內暖啊，超好食，因為我根本停唔到口。呢碗叫做咬奶麻薯觀音冰，係佢哋鋪頭嘅甜品，啲綿綿冰咬落去好細膩，一定唔可以錯過。打完邊爐再食多碗冰，嗰種感覺一定好正。人均大概80-90蚊啦，咁詳細嘅地址我就會擺喺下邊嘅貼文度。